所有選手聽倒數起步，好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，把車放下。咁啊，正嘅大緊頭，依家二車係文泰跟住三車應該係葉志如準出嚟，葉志如二車，文泰三車，九叔四車。淨係大開個彎位，哎呀！文泰做一掉頭，俾阿九叔直緊嚟3車，文泰4車後邊跟住係子傑係5車，2、3、4、5都近啲嘅，2車葉志如，3車九叔，4車文泰。啤你夾硬過咗，又俾人過翻哇！阿哥啊，唔可以咁啊，可能屎忽㗎。你兩個就係天尾嚟㗎，阿佳上咗嚟6車啦，咁啊7車，前係子傑。阿佳上咗去已經過咗子傑啦。阿佳5車，文泰4車，時間過咗1分40，時間過1分40，場上頭車正2車葉志如3車9車4車文泰。咁啊，文泰已經追到9叔車尾啦。啤你後邊兩個3、4車唔該你兩個見到，文泰啄住阿9叔車尾啦，兩個人準備過聲打先。OK，姐姐後面抓嘅車追啦，姐姐後面抓嘅車，姐姐後邊2車嚟嘅，對兩個後邊2車嚟嘅。咁文泰已經啄住阿9叔車尾，兩個人過聲打，前面啤你就有少少距離嘅。加個彎，咁啊9叔9粒咗少少，文泰甩，兩個都香港老師傅嚟㗎啦。爭啲啲啊！過咗啲人唔會走得甩。阿嘉明後邊頭車，阿嘉明後邊頭車，咁樣後邊頭車嚟㗎，後邊頭車嚟㗎。先打住死火，先打住有先死火，幫死火，幫死火，先打住，小心啊！過手過馬路小心。OK，冇車快過，冇車快過。咁啊，文泰又繼續跟住，好似就係9叔走甩咗少少，唔知真係唔真走。9叔個拋大咧就追近咗啦，咁啊文泰繼續同9叔。車頭車尾，場上現在第3、第4兩個人，一個全程準備過感應線，一個白頭，熒光黃色是藍色車嚟啦。第3、第4兩個人非常接近差0.7秒啊！咁啊，仲就大開咗葉志如3.7秒嘅，時間過去4分鐘，時間過去4分鐘，時間就過去4分鐘。文泰追咁多9叔啊，兩個人依家爭緊應該0.1至0.5嘅啫。準備過車打先。啤你後邊5車嚟㗎，啤你後邊5、6車，啤你後邊5、6車注意讓車。你左一步，唔該晒。好啦，咁文泰同9叔都係打得最啱嘅兩個人。食過未？
咁啊，好似文大部車會流暢啲嘅，尾速轉啲。依家3、4、5碌車差唔多聚埋一齊啦。時間過咗5分鐘。咁啊，頭車打開咗好多嘅。頭車已經嚟到5車車尾啦。2車死火，9級上咗5車，文大上咗3車。阿佳。文泰同埋9速爭咗0.2嘅，咁啊佳同文泰爭咗0.2嘅，咁依家基本上2、3、4車已經收埋一齊啦，一齊準備嚟到直路頭呢個車打轉嘅，一齊後邊東曉都爭少少嘅，咁啊9速嘅2車條線就行得好靚，冇機會過後邊文泰，跟住阿佳，然之後東曉，咁啊文泰揾咗位風。時間就係6分鐘，時間就係6分鐘。6分鐘先6分鐘，好似加油攻文泰咁啲啦。上嚟，前面過唔到 Barry， 唔該樣嘅 Barry 後邊仲有，哎呀揾唔到位，哎呀阿嘉俾人整到笑我。阿正又跟埋上嚟呢個時候。阿東曉後邊頭車，阿東曉。9速入有問題走咗，咁啊佳都過埋。後邊阿東曉繼續追緊，小心波單頭啊，小心。咁啊頭車喺佳嘅過咗，右上角死火，右上角死火。2車東曉3車入街就去緊4車，咁啊，文泰嘅朋友依家又翻3車，時間有7分半，阿文泰同東曉兩個又拍埋車頭車尾啊，好兇狠。準備出車打線，但係東曉部車轉啲，東曉過咗啦。東曉收咗頭，依家東曉上咗嚟3車，文泰4車，9速又升翻去5車啦。咁啊就係3、4、5車，文泰、東曉同阿佳9條路，文泰上翻去，哇呀！文泰同東曉，哇刺激！兩步反埋街走甩咗，有乜佢執啊？呢啲啊真係慘啊！真係慘啊！好啊，咁啊，阿佳就上咗去啦，仲要領先好多添。在後啊！咁啊，佳依家領先緊成3秒啦，已經文泰4車，東曉5車，我哋見兩隻麥車同時衝追嘅。阿佳後面頭車嚟㗎，個頭車嚟㗎，佳。咁啊，淨係越行越快嘅，咁啊，佳同9速依家平寬嘅，兩個人爭咗2秒。時間就係9分半，時間就係9分半。
追唔追到嚇？死火右邊死火右上角死火啊！街死火啊！三車死火啊！三車死火！哎呀，二拍，以為咁跑咁啊！東曉上咗嚟啦！東曉上咗三車，文大都過埋文大四車啦！哎呀，呢個就好可惜啦！咁啊，街呢個死火真係可惜啦！咁啊，東曉依家就領先緊文大領先3.3秒嘅。嘉明係咁死火嘅。文大輸兩圈嘅，文大同東曉都輸兩圈嘅。阿嘉又出咗嚟，哎呀，點知9出就5板咗，哎！小心啊！阿森快啲啊！阿森快啲啊！哎，冇事。阿正有事，有人幫佢。哇！粒碌，阿 Barry 粒碌。哇！呢次咁邪嘅。小心啊！過馬路，小心！咁就依家俾阿9叔上咗嚟頭車，東曉2車，咁啊應該出翻嚟文大3車噶啦。喺對面，阿嘉又俾咗佢哋啦。你聽下先，邊度有嘉明又死咗。時間過咗13分半，頭車係東曉，2車係9叔，3車係文大啊。東曉佢死火喎，東曉頭車死火，不過佢有咁1圈嘅優勢嘅。依家9叔同文大車位都過咗佢，但係唔知個位係點。唔係9叔過咗啊，東曉啊，9叔依家係頭車。係啦，9叔依家頭車，東曉2車2個人車頭車尾啦。咁啊，文大就爭緊1圈嘅，咁好似9叔報車係唔係咁夠轉咯？
時間過咗15分鐘，時間過去15分鐘，場上排位頭車、東小、二車、九速、三車輪胎。哇！文大呢個粒粒東海明顯還要比決賽的，就跑得沒力氣了。時間過17分鐘，時間過17分鐘。咁啊，東曉同九叔兩個人距離就5秒，咁文泰就後邊單緊一圈。時間過19分鐘，時間過去19分鐘。時間過20分鐘，時間過20分鐘，右上角死車，右上角行大啲啊，右上角行大啲，阿金明又死火啦。
啊，東海的好身材是這麼練出來的。對面粒粒，哎呀，阿江啊！咁啊，時間就21分鐘。你諗下對面行低啲啊，對面行低啲，對面直路兩個麥金衝咗出去，又收第一格。東湖有咩事？冇事。咁啊，時間過咗23分鐘，19速上咗嚟頭車文泰2車啊，東湖3車啊，頭先炒一炒。時間在25分鐘，咁啊9速同埋文泰係同邊嘅，而家文泰輸緊3秒。
時間仲有9分40啊，9分40，文泰輸緊3秒。啊，掉頭位啊，直路尾掉頭位又死火啦！唉，東海都跑唔喐啊，東海都跑唔喐啊！文泰入有，入面有死火，文泰死火，可以小心。文泰死火咁啊，九叔。OK， 咁應該東曉上翻嚟啦，東曉變咗2車啦，文泰死火出咗車。哇，文泰部車好甩啊！係啦，東曉上咗2車，文泰3車。時間仲有9分鐘，時間仲有9分鐘。時間過7分鐘，咁啊九叔頭車，文泰2車，東曉3車。頭小心，對面 OK 清咗啦，清咗啦。
仲有5分鐘，時間就5分鐘啦。時間仲有3分半鐘，時間仲有3分半鐘。咁啊，文泰依係要車9速頭車，文泰要車，咁啊，文泰就輸緊7秒。嘉明咁惡嘅依家，阿東曉好似都冇乜太啦，部車開始縮咗速度啦。仲有1分40秒，仲有1分40秒啊！9速完成，嘉明完成 ，last lap 文泰主接，仲有東曉，全部完成，全部完成。